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蘇文峰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現實嘅話題，就係點樣識人。我從事風水命理幾十年，見過無數人嘅命運起落。我發現一個人呢一世最大嘅風險，往往唔係投資失敗，唔係行業揀錯，而係睇錯人。你睇錯一個人，你唔單止會輸錢，仲會輸時間、輸心力，甚至輸埋你對人嘅基本信心。而呢啲嘢係好難賺得返嘅。我見過太多人因為信錯一個人，搞到傾家蕩產、身敗名裂。而嗰啲背叛佢嘅人，其實喺事發之前早就露出咗痕跡，只係你當時唔願意去睇，或者你見到，但心裏面同自己講算啦，佢唔會嘅。今日我要講6種人，呢6種人嘅特徵，只要一個人身上同時出現3個以上，你唔需要等佢出手，你由而家開始就要保護好自己，保護好你嘅資源，保護好你身邊真正重要嘅人。第一種，你喺佢最難嘅時候幫咗佢，事後佢當冇發生過。我講嘅唔係請人食咗餐飯，人哋冇回請呢啲小事，我講嘅係真正嘅大忙。喺佢最難嘅時候，你攞出自己嘅資源去幫佢，甚至為此承擔咗風險。結果件事過好之後，佢唔單止唔提，仲喺人哋面前重新編寫咗嗰段歷史，將你嘅功勞全部變成佢自己嘅本事。我見過一個真實嘅例子，有一個人，佢嘅工廠當年出咗好大問題，係就嚟倒閉嗰種。佢揾到一個朋友幫手，個朋友諗辦法幫佢做咗一筆擔保。呢筆擔保如果出問題，個朋友自己都要受牽連。後來佢捱過咗，工廠慢慢做大啦。有一年喺一個拜儀上面，呢個人同人講自己當年點樣東山再起，佢講得好精彩，咩逆境中嘅判斷、破釜沉舟嘅魄力，每一個細節都講晒，但由頭到尾都冇提過嗰個朋友個名，唔係一帶而過，係完全冇提過。好似嗰件事入面根本冇另一個人存在。你以為佢係唔記得咗？佢冇忘記，佢記得清清楚楚，但佢唔願意提，因為提咗就等於話俾所有人聽，佢當年差啲執笠，就等於話俾所有人聽，佢今日嘅成績有一部分係因為人哋嘅幫忙。佢嘅面子唔容許佢承認呢啲，佢寧願重新寫一個版本嘅故事。喺呢個版本入面，佢係完全靠自己企起身嘅英雄。呢種人點解危險？你以為佢只係忘恩負義，其實唔止，佢心裏面其實有壓力嘅。每次見到你，佢就會諗起嗰段佢唔願意面對嘅歷史。你嘅存在本身就係一面鏡，照出佢最狼毛嘅時候，佢唔會多謝呢面鏡，佢心裏邊只想打爛呢面鏡。所以你記住一條，如果你幫咗一個人一個大忙，事後佢唔係唔提，而係特登重新講咗一個冇你嘅故事，呢個人你就要注意，佢唔係善忘。佢係喺處理一個令佢唔舒服嘅真相，而當你變成咗別人想處理掉嘅真相嗰陣，你離被背叛就已經唔遠。第二種，特別中意喺你面前講別人壞話嘅人，呢一條我好希望你可以記喺心裏面，因為呢種人嘅忌裝係最好嘅，佢令你覺得佢同你係同一國嘅。一個人喺你面前講張3人嘅壞話，你嘅第一反應係咩？係覺得佢信任你。佢將呢啲說話都同你講，即係話佢當你係自己人嘛。好多人就係咁樣被套住嘅，因為俾人當成自己人嘅感覺太好，好到你唔願意去懷疑呢個人嘅動機。我幾十年嚟睇過幾百上千個人，我可以話你知一條定律：一個人喺你面前點樣講別人，佢喺別人面前就會點樣講你。呢條規律我觀察咗幾十年，從來未見過例外。我以前手下有一個人做事確實能幹。佢有一個習慣，每次嚟同我匯報工作，講完正事之後，總要加幾句別人嘅閒話。邊個最近狀態唔好？邊個同客食飯嗰陣講咗唔應該講嘅說話？邊個可能心唔喺公司啦？一開始我覺得佢係出於好心，係幫我睇住下面嘅情況。但慢慢我注意到一個問題，佢講嗰啲事，我去揾當事人核實，有些係真嘅，有些係經過加工嘅。一件原本好小嘅事，到佢把口就會變得嚴重3分。一句無心嘅說話，到佢把口就變成了有意嘅。後來真正令我看透佢嘅係另一件事。有一個我好信任嘅人，有一日好猶豫咁嚟揾我，同我講咗一啲佢親耳聽到嘅嘢。原來呢個人喺外面完全係另一套說辭。喺我面前佢話張生唔掂，喺張生面前佢話我決策太保守，喺客戶面前佢話公司內部有分歧。佢喺每一個人面前扮演唔同嘅角色，講唔同嘅說話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令自己喺所有人際關係入面都佔據最有利嘅位置。你知道呢種人最恐怖嘅地方喺邊嗎？
唔係佢會當面背叛你，佢比嗰個聰明得多。佢係喺你睇唔到嘅地方，喺你唔在場嘅每一個飯局、每一通電話、每一次私下嘅傾偈入面，一點一滴咁改寫你嘅形象。佢唔需要做咩大動作，佢只需要喺每個關鍵嘅人耳邊講幾句帶暗示嘅說話就夠啦。等到有一日你突然發現你嘅合作夥伴對你態度動咗，你嘅客莫名其妙咁唔信你，你嘅團隊有人開始同你作對，你回頭一諗，先發現嗰啲變化唔係突然發生嘅，係俾人經營咗好耐嘅。所以我後來有一個原則，一個人如果喺我面前講不在場嘅人嘅壞話，由嗰一刻起，佢喺我心裏面就被歸入另一個類別。佢今日攞張衫嘅私隱嚟同你套近乎，聽日就會攞你嘅私隱去同別人套近乎。呢個唔係可能，一定第三種喺利益面前永遠唔肯讓步嘅人。我做咗幾十年生意，我一直堅持一個習慣，如果一筆買賣我能賺10蚊，我攞8、9蚊留翻1、2蚊俾對方。有人問我點解，話我大方，其實唔係大方。呢個係我年青時候用真金白銀嘅教訓換嚟嘅。早年我同一個人合夥做出口生意，呢個人好精明，非常精明，數口算得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每一批貨嘅利潤，佢可以準確到小數。點後2位合同入面嘅每一條款，佢都要偏向自己嗰邊。你讓一寸，佢就再向前要1尺。你以為讓咗呢一步就能穩定合作，結果佢覺得你好講說話，下次開更多嘅條件。有一年市場出咗問題，匯率波動，我哋有一筆單蝕咗錢，按照道理合夥人之間風雨同舟，應該各擔一半。佢攞住合同嚟揾我，指住入面一條細字同我講，匯率風險係我負責，同佢冇關。技術上佢確實係啱嘅，條文確實係咁寫，我冇辦法反罪，就自己食咗嗰筆大損。過咗1年幾，市場好轉，有一筆大單，利潤非常高。按照同樣嘅道理，佢多賺嗰部分係咪都應該分翻啲俾我？我好客氣咁提一句，佢嘅態度你估係點？佢笑咗笑，講咗一句，合同冇寫呢條。就呢一句說話，我就全部明白啦。佢嘅邏輯唔係遵守規則，佢嘅邏輯係指遵守對佢有利嘅規則。實錢嘅時候規則保護佢，賺錢嘅時候規則都保護佢，兩頭佢都贏，兩頭你都輸。你可能覺得做生意唔係就係咁，唔係就係要精明，精明冇錯，但精明到1分1毫都唔肯讓嘅人，你要離佢遠啲。點解？因為讓利呢個動作嘅背後係一個人嘅判斷力。佢能夠判斷得到眼前呢一點點嘅小利，遠遠比唔上同你嘅長期關係嘅價值。佢讓嘅唔係利，係佢嘅格局。而一個從來唔讓利嘅人，佢喺話俾你聽一件事，喺佢心裏面，你嘅價值永遠唔會超過眼前呢點利益。佢同你合作唔係因為認可你呢個人，係因為你啱啱好能幫佢賺錢。佢今日同你合作，聽日就可以同別人合作。只要嗰個人出嘅價錢比你高1毫子，佢就會走。因為喺佢嘅世界入面，人唔係人，人只係報價單上面嘅一個數字。第4種，對下面嘅人刻薄冷漠，對上面嘅人卑躬屈膝。呢一條我好細個就睇懂啦。嗰陣時我喺茶樓做學徒，每日天微光就起身，做嘅都係最底層嘅工作，掃地抹台端茶送水。嗰個年紀你唔識咩叫識人，但你嘅眼睛係有記憶嘅。茶樓入面有一個霍可計比我大10幾歲，老闆嚟嘅時候佢好似換咗一個人咁。彎住腰陪住笑，噓寒問暖，就差在跪低。老闆叫佢做咩，佢做咩半個唔字都冇。但老闆一走，佢對我哋呢啲學徒嘅態度就完全唔同晒。佢會當眾鬧人，佢會將最苦最厚糟嘅工作推俾你。你同佢講一句說話，佢連眼皮都唔抬。有一次，一個好細個嘅學徒打爛咗一個茶杯，佢當住所有人嘅面截咗嗰個細路一巴。嗰一巴我到今日都仲記得，唔係因為痛。係因為嗰一刻，我突然明白咗一件事：一個人嘅真面目唔係佢喺你面前表現嗰個樣，係佢喺唔需要討好你嘅時候露出嚟嗰個樣。後來我做咗幾10年生意，發現商場上呢種人唔單止多，而且佢裝得更好。佢喺你面前談吐得體，態度恭敬，你覺得佢係一個有教養嘅人。但如果你有機會睇到佢點樣對待佢嘅下屬，點樣對待公司最底層嘅員工，點樣對待嗰啲佢覺得冇用嘅人，你可能會嚇一跳。判斷呢種人有一個最簡單嘅辦法，你同佢一齊去食飯，睇佢點樣對待服務員；你同佢一齊坐車，睇佢點樣同停車場管理員講說話；你睇佢接電話嘅時候，對方如果係一個唔重要嘅人，
佢嘅語氣會唔會變？呢啲小地方藏住一個人最真實嘅品格，因為喺呢啲場景入面，佢唔需要故裝，對方對佢冇利用價值，佢自然就除低咗面具。我親眼睇過一個做得幾大嘅企業，鼎盛時期身邊一群人圍住佢轉，最殷勤嘅幾個人日日揾機會匯報中心嘅不得了。後來嗰間企業出咗大問題，資金鏈斷咗，官司嚟咗。你估點嗰啲平時最殷勤嘅人跑得最快？唔單止跑，有幾個帶住公司最核心嘅客戶名單，帶住機密嘅商業資料，直接投奔咗競爭對手。跑之前仲順手挖走咗幾個骨幹。呢啲人從來就唔係忠於佢呢個人，佢哋係忠於佢手上嘅權力同利益。權力同利益喺度嘅時候，佢哋係天底下最好嘅下屬。權力同利益散咗嘅時候，佢哋連頭都唔回一下。你今日如果見到一個人在你面前彎腰彎到90度，你先唔好高興，你要先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有一日我咩權力都冇晒，咩資源都冇晒，咩錢都冇晒，佢仲會唔會企喺度？如果你心裏面嘅答案係唔肯定，咁你就已經知道答案啦。唔肯定就係唔會。第五種，隨時隨地都喺度炫耀自己嘅人，做咗咁多年生意，真正有實力嘅人，我見過好多。呢啲人有一個共同嘅特點，就係安靜。你同佢坐埋一齊食飯，佢唔會主動話俾你聽佢手上有幾多項目。你同佢傾偈，佢唔會嗰3句說話就將話題拐到自己嘅身家上面。佢嘅底氣喺骨子入面，唔需要拎出嚟俾你睇。但有一種人啱啱相反，食個飯要話俾你聽呢支酒幾多錢，係邊個喺國外帶翻嚟嘅。出個門要你留意佢手腕上面嘅手握係咩型號、咩限量版。投咗一筆錢賺咗幾%，要喺飯台上面反反复复講3、4次，每次講仲要加啲新嘅細節。認識咗一個咩有頭有臉嘅人物，逢人就提，生怕人哋唔知佢有呢個關係。你可能覺得呢種人只係愛面子，只係虛榮，但虛榮係睇得見嗰一層，底下藏住嘅嘢比虛榮可怕得多。一個不停炫耀嘅人，佢嘅自信係假嘅，佢需要你嘅反應去確認自己嘅價值。你勤務佢，佢先覺得自己犀利；你唔在乎佢，就方換句話講，佢嘅自我係空心嘅，冇內核，全靠外面嘅認可撐住。一旦外面嘅認可唔夠啦，佢成個人就會塌落去。你同呢種人合作會遇到咩問題？第一，佢在乎嘅唔係件事做得好唔好，佢喺件事入面有冇出風頭功勞。佢搶住領責任，佢向外推，你做咗80%嘅嘢，佢喺老闆面前講到好似佢做嘅。但一旦出咗問題，佢第一個跳出嚟撇清關係。第二，佢見唔得你好，你俾佢成功，佢唔會替你開心，佢會覺得你嘅成功映襯咗佢嘅平庸。你俾佢差嘅時候，佢先舒服，因為咁樣佢先覺得自己高你一等。我同你講一個好簡單嘅判斷方法：你同一個人食飯傾偈，你故意講一件你最近做得唔錯嘅事，你睇佢嘅反應。一個真正嘅朋友，佢會替你開心。佢可能會問你具體點樣做到，佢係打心底入面為你開心嘅。而另一種人，佢會沉默2、3秒，然後好快將話題接過號，轉到佢自己身上，講一件佢做得比你更好嘅事。佢甚至可能當場就潑你冷水，話你呢個冇咩了不起，佢之前做過一個更犀利嘅。如果你身邊有呢種人，你唔需要同佢反面，你只需要喺心裏面重新評估你哋之間嘅關係，然後記住一條原則。唔好將任何重要嘅嘢放喺佢手上面，因為呢種人同你之間嘅關係本質上唔係友誼，亦唔係合作，而係一場只有佢自己喺度玩嘅比賽。而喺呢場比賽入面，為咗贏過你，佢咩事都做得出嚟。第6種，亦都係6種入面最難識破嘅一種，就係急住對你表忠心嘅人。前面5種人你只要認真觀察，時間長咗都能睇出端倪，但第6種唔一樣。第6種人往往就係你身邊睇落最可靠嗰一個，佢令你放心，令你信任，令你覺得有佢喺度，你咩都唔使擔心。而恰恰係呢種感覺最危險。我年輕嘅時候，有一個人無遂自約嚟揾我，佢嘅原話我到而家都記得清清楚楚。佢話只有您願意讓我跟着您，咩條件我都唔講，您叫我去東，我絕對唔會去西。年輕嘅時候聽到呢種說話，心裏嘅話唔動搖係假嘅。有一個人咁信你，咁甘心跟你，你當然會覺得受用。但嗰個時候好彩我已經食過幾次兜獵，我聽到呢句說話之後嘅第一反應唔係感動，而係反問咗自己一句：佢憑咩？佢認識我幾耐？半年都唔到。佢了解我呢個人嗎？佢知道跟我做事要承受咩壓力嗎？
佢知道我嘅事業入面有幾多暗湧嗎？咩都唔知道就話無條件跟隨你，仔細諗下，呢個唔係忠誠，呢個係投機。佢喺做跟住你嘅回報大過成本。佢今日咩條件都唔講，唔係因為佢唔在乎條件，係因為佢覺得將來能攞到嘅比而家講嘅要多得多。你成功咗，佢就由冇變有，要錢有錢，要地位有地位。你失敗咗，佢跑起嚟比邊個都快，因為佢一開始就冇投入過真正嘅嘢。佢投入嘅只係表演，表演嘅成本係好低嘅。真正忠誠嘅人係咩樣嘅？我身邊跟咗我幾十年嘅嗰啲人，佢哋冇一個係一嚟就同我講我對你忠心耿耿嘅，一個都冇。佢哋啱啱嚟嘅時候就係老老實實做嘢，手上交代咩就做咩，唔吹佢自己幾咁能幹，唔跑到你面前表態站隊。你注意唔到佢哋，但時間長咗，你慢慢會發現公司遇到困難嘅時候冇走嘅係佢哋。我做咗一個錯誤嘅決策，別人都在附和咁企出嚟話老闆你今次可能諗錯咗嘅，都係佢哋。佢哋唔會拍心口保證咩？佢哋係用5年、10年、20年嘅行為話俾你聽，我靠得住。真正嘅忠誠係唔需要把口嚟表達嘅，佢就喺日常入面安安靜靜咁存在。你知道佢亦唔需要你時刻去確悟令。而嗰啲急住表忠心嘅人，我觀察咗幾十年，結論一模一樣。嚟得最快嗰個人走得都最快，說話講得最靚嗰個人，往往就係第一個喺關鍵時刻消失嘅人，因為佢嘅忠誠係一場表演。表演呢樣嘢係需要觀眾嘅。有一日佢覺得你呢個觀眾唔夠資格啦，或者佢揾到一個更大嘅舞台，佢唔會同你打招呼嘅。你回頭一睇，佢個位早就空啦。6種人我全部講完啦。你可能聽完之後覺得好沉重，覺得身邊嘅人好似都唔信得過先。唔好急，我同你講一件事，我呢一世被人背叛過唔止1次2次。年輕嘅時候我都想唔通，點解我對人掏心掏肺，人哋轉頭就咁對我。後來有一日我終於想明白問題唔出喺我對人好件事上面，對人好冇錯，問題出喺我冇分辨就一視同仁咁對所有人好。我將信任當成咗禮物，見一個人就送一份，但信任唔係禮物，信任係投資。你唔會見到一隻股票就買，你會先去研究佢嘅基本面。對人亦係一樣，你唔係唔可以信任，你係要將呢個人研究清楚先決定值唔值得信。識人呢件事目的唔係令你變得疑心重，恰恰相反，識人嘅目的係為咗令你嘅信任更加有價值。你唔係要做一個唔相信任何人嘅人，你係要做一個知道將信任交俾邊個嘅人。我這輩子食過好多好多例，俾人呃過，俾人出賣過，俾自己最信任嘅人傷害過，但我從來唔後悔，因為每一次食雞都令我多認清咗一種人。而睇人呢件事，你投入嘅每一分代價都唔會白費，佢會喺將來嘅某一日幫你避開一次比呢個大得多嘅災難。你亦唔好諗住一次就將所有人睇清楚，呢個做唔到。人係呢個世界最複雜嘅嘢，你能夠做嘅係喺每一次交往入面保留一份清醒。唔係去懷疑對方，而係去觀察對方嘅行為模式。唔係1次2次嘅行為，係長期嘅反覆嘅模式。一個人偶爾佔咗你一次便宜，可能係無心嘅，但如果佢每一次都喺度佔你便宜，就係佢嘅本性。一個人偶爾講咗1次別人壞話，可能係口快，但如果佢每一次見面都喺度講，就唔係口快啦，係佢做人嘅方式。你嘅信任係你呢一世最寶貴，亦都最有限嘅資源。唔好將佢當成耍豆子咁周圍俾，唔好因為被傷害過就將佢收埋，以後都唔再俾。你要做嘅係經過觀察、經過時間、經過考驗，然後將佢交俾嗰啲真正值得嘅人。我能夠行到今日，唔係因為我比別人聰明幾多，係因為我身邊有咁幾個人，我打一通電話，佢哋就會出現嘅人。呢幾個人唔係一開始就喺度嘅，係幾十年嘅風浪入面大浪淘沙，一輪一輪揼落嚟。最後留低嘅你都一樣。你呢一世唔需要認識1000個朋友，你只需要喺最難嗰個夜晚有2、3個你打電話過去，佢哋唔會收線嘅人。而要揾到呢2、3個人，你可能需要先睇清上百個唔啱嘅人。今日講嘅呢啲就係幫你慳翻一啲睇清嘅時間。如果你聽到呢度仲未走，說明今日呢啲說話觸動到你。無論係諗起咗邊一個人，定係諗起自己過去經歷嘅某一段往事，你可以喺留言區打8個字：識人不清必受其害。你嘅每一條評論都有可能被另一個正在經歷背叛、正在感到迷惘嘅人見到，
祝大家擦亮眼睛，遠離小人，平安順遂。我哋下期再見。